这是我甲珊珊送的，这是洛卡因送的。洛卡知影你是台边来的哦？无啦，因知影讲阿姨兄甲你要回去故乡，阮阿兄嘛要倒去回去啊。你物件啊济，哪早会去啊？这拢大家的心意啊。多谢大家啊！我嘛有准备呢。来啊！点。来，这是我甲珊珊收集的行动电源啊！爸，到时阵吼，你都免惊手机啊无电啊。拜托，明条敢有信哦？我早手机啊其实有效啊。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啊。就算讲无信号嘛是会当，你想吗？哎呀，啊，若要去上就要充电啊。有你呢，要不过我若是早行动电源去穿越的时阵去拄着大火，电池拄着火，毋得爆炸。哦，这安全问题要注意哦。虽讲有大火，不过迄阵哦，无火烧着的感觉。阿兰，你有，迄个时候感觉一点仔都无。进行了后，人就伫咧台湾啊。无火烧的感觉，进行了后就穿越啊！这样紧啊？哇，这火这尔恐怖，你听起来注意啊没有？你也知影危险哦？前2天毋知啥，佫想要放火烧红船。来，来，阿姨啊，你要去明朝日子啊，已经决定啊。我这个无缘的新妇，甲着我的后生，拢要对你哦，等去明朝，一路你得甲因照顾呢吼。尤其国姓爷爷吼，即马当伫咧战争啊，足危险的啊，所以恁哦，家己要安全的原则啦，吼，拜托，来，我去敬你一杯。免谢你啦，老师傅，多谢你，还有恁的照顾。来，先。阿雄啊，阿伦，恁两个人都敬一下。交杯酒，交杯酒，交杯。